第31題選擇題啦。佢話參閱以下某銀行系統嘅資產負債表啦，咁而個超額儲備咧係125萬元嘅。咁個法定儲備比率係幾多咧？我見到500嘅存款啦，咁個儲備係250，但係唔需要250咁多嘅，因為其中有125咧係多咗出嚟嘅。咁所以法定儲備比率咧，我哋就計到咧係25%啦。所以 A 呢一點咧係啱嘅。咁而家個儲備係250啦，存款係500啦。咁個實際銀行乘數咧應該係2嘅，就唔係4嘅，因為250係乘2係等於500噶嘛，唔係乘4等於500噶嘛。咁所以 D 一點咧係唔啱啦。好啦，如果銀行係借出晒所有嘅超額儲備，而又有足夠嘅借貸需求啦，而又冇現金流失嘅話咧，咁呢個叫做經過存款創造，最後咧咁個數係幾多咧？儲備不變，照樣係250。咁個存款咧最高咧係去到250除25%啦，咁就會係1000。咁個貸款咧就係1000減250，咁就係750啦。咁所以 B 呢一點係啱啦，C 呢一點咧都係啱嘅。